2025年3月1號，一則令人惋惜嘅消息傳嚟，香港創作歌手方大同因病於美國離世，享年41歲。佢嘅經紀公司富音樂發表聲明，透露方大同過去5年嚟一直同頑疾奮戰，最終仍然敵唔過病魔，喺2月21號清晨平靜離世。聲明中寫道，佢所留低嘅音樂與圖畫小說將成為永恆嘅精神財富。呢位曾為華語樂壇帶嚟無數經典旋律嘅音樂才子，終究走完咗佢獨特且充滿創造力嘅人生旅程。叱咤樂壇傳奇。2005年，方大同以《Soul Boy》一曲正式出道，旋即憑借獨特嘅 Neo Soul 風格驚豔樂壇。佢將 Soul Music 結合 R&B， 開創咗華語流行音樂嘅新方向。3年後，佢奪得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，成為該獎項史上最年輕、年資最淺嘅金獎得主，打破傳統樂壇格局。同時，佢亦都係第一位喺21世紀出道便勇奪金獎嘅男歌手。喺台灣亦都深受樂迷喜愛，6次入圍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歌手，並喺2017年憑《JTW 西遊記》奪得該獎，